开始，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。台中市府检出大肠冷冻的假心肉有300种西布特罗，这个风波要持续伫咧扩大。彰化行政院下部会召开记者会，说明稽查的结果。检测同一个来源、同一个屠宰场的肉是拢无验到300种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表示，地方政府判托应该爱搁较谨慎。也若台中市府是回应讲有验到都是事实。业者会当依法来申请复验。大肠的安心豚梅花肉片，和台中市食安署验出300种西布特罗0.002 ppm， 因为关系到全面的食安问题，行政院跨部会开记者会，外界质疑可能是饲料或者是猪场的问题。验过农业部检测共一批40个检体，拢无验出300种。同一来源、同一屠宰场、同日屠宰、分切包装、同批次的肉品样品，也都没有检出。台糖从事养猪70年来，从来没有被检验出这个药物。台糖公司不会，也没有动机，也绝对不会去做这些违法的事。古六月县市卫生局继续稽查卖场，先甲共一批产品下架。西布特罗虽然讲莱克多巴胺拢是乙型受体素，验过无完整的评估报告，本来就禁止摕来做300种使用。肉当中含有高浓度的西布特罗，民众吃到的话就担心它容易出现心跳过快、血管扩张、肌肉颤抖。那长期的话，就担心会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讲，因为验这个数值正晚测验的极限值，不提醒地方的卫生单位看是不是受到实验室的影响。第二检验判读时阵，爱更加谨慎。因为检验值它非常的低浓度非常微弱，那所以我们食品药物管理署也有提醒台中市政府，是不是要再更审慎一点？好，那做一些这个调查，好，那再做公布。对此，台中市政府回应讲，6边的检验结果拢有验出阳性，实验是科学，有验出也是事实。为了要求民众也来回一再做检测，第一时间就反映警告。即马剩的检体拢已经保存好势，会当搁摕来做检验，将会等正式接到复验的申请了，会邀请食药署指导共同复验。检验结果的报告，只要4天就会出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